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来了！皇上，好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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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穿的韩部的服饰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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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朕在这儿呢，朕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皇上看中韩部，都换上了韩部的衣裳啊！是啊，我们还是啊。相见。给皇上请安。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小姐，见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韩部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，那朕就为你变成韩部男儿。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皇上万岁万岁！荣贵人大喜大喜啊！朕叫你们来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在宫中所有人都要容得下荣贵人，与他和睦相处，别再闹出什么合宫求见之事了。臣妾知道，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荣贵人，愿荣贵人与皇上两心相许，珍重到老。皇上，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，不如让他们回去吧。也好，金钟啊，好好的奖赏韩部族人，好生送他们出去。相见公主，如今看到大清皇上这样待您好，待咱们韩部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放心了，真好啊！这下我太好了。好，好。小姐，你看，朕接来的这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壮丁，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该留在韩部振兴家园，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陲烽烟，需要好生照顾。朕会把他们全部接来京城，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，可也在要挟我。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，至死也不能，对不对？皇上，这宝月楼的风光，臣妾等已经鉴赏过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那臣妾等也就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臣妾伺候您更衣吧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也好。相见啊，你也累了，你先下楼等着朕，好好歇一歇啊。相见好好活了下来，也终于肯留下了。如意啊，朕要谢你啊。皇上得偿所愿，臣妾恭喜皇上。还请皇上更衣吧。朕并不觉得穿着韩部袍服有何不妥啊。朕是天下人的天子吧，着自己子民的衣服，不论哪个部族都很妥当。下去吧。这，皇后坐吧。皇上，满蒙联姻多年，关系最为密切，也不见哪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。皇上这么做，臣妾担心会让蒙古各部寒心。皇后啊，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，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。
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，本该一喜俱喜，一悲俱悲。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答应皇上所托，是因为皇后的身份。作为妻子，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。臣妾不知道如何替您高兴。皇后，臣妾心疼荣贵人。哼，心疼荣贵人，朕已经给了荣贵人正式的名分了，朕会好好疼她，也会善待她的族人。皇后你只要做好6宫的表率，善待她，这日久天长的，朕相信荣贵人有一天会知晓朕的心意。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希望皇上有一天能明白荣贵人的心情。如意，你说的，朕何尝不懂呢？朕原本想让相见入宫，接受韩部的示好，也让边地各部落和睦，想着他入宫之后冷着他就是了。可是朕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喜欢他。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意，你能明白朕吗？啊！皇上的一厢情愿，如同曹植诗对洛神。皇上，您只是给自己画了一幅洛神图。就算你换上了曹植的衣裳，洛神也不会对他倾心的。你讽刺朕啊，如意。朕以为同你说这些，你会明白的。皇上，臣妾陪伴您多年，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。可自从相见入宫，皇上自己封魔至此，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。皇上，您就当臣妾不懂您，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。臣妾告退。如意，如意。娘娘慢点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了吧。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明臣来此为皇上和荣贵人吐露花香。哦。林大人，去送一送皇后娘娘。
太后，您知道今夜是谁侍寝吗？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是荣贵人韩氏。皇帝总算给他名分了，只给了贵人，没给嫔位或妃位，已经是给六宫的嫔妃们面子了。什么面子呀？皇帝的心性越来越固执了，无人改变得了。如今荣贵人都侍寝了，一旦玉玺生子，后宫整个都要翻天了。小姐，你别害怕，别担心，往后朕会好好待你和你的族人的。主的话上，皇上终于有笑脸了。从未见过皇上如此高兴的样子。只为了得到荣贵人，皇上是高兴了，其他人呢？主呢？您高兴吗？我高不高兴，谁会在乎呀？姐姐怎么又消瘦了？得多补补身子才好。姐姐，你看。怎么这才没装扮？他怎么来了？这样和咱们不一样。皇后娘娘起身了，请各位主入内。事已至此，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如今同为嫔妃，就该彼此和睦。荣贵人出生在边地，与咱们满汉蒙的规矩不大相同，咱们更该互相包容一些。臣妾明白。荣贵人，纯惠皇贵妃已经过世了，在后宫中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大可以去问于妃。她在妃位中资历最深。是，臣妾有些话，正想与皇后娘娘单独说说。你们都告退吧。臣妾告退。得，知道巴结上皇后了。看你穿上这身衣裳，倒真正有嫔妃的模样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
你既然已经开始侍寝了，免不了会和后宫的人打交道。那些人你若不喜欢，不理会便罢了。臣妾会恪守对您的规矩，是因为您教会了我许多。只有您，才会对臣妾说那样的话。只是臣妾一直都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去劝一个被您夫君痴缠的女子呢？您若是盼着她死了，或是出宫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宫是大清的皇后，皇后不仅是妻子，更多的是服从和责任。您曾经跟我说的那个少年郎，是皇上吗？当然是。其实跟我比起来，至少您的少年郎还活着。人活着是会有转机的，不像我和韩琦，天人永隔，我再也寻不到他了。你即使再也寻不到你的韩琦，可他在你心里，永远是当初最美好的模样。本宫的少年郎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不是有话要和本宫说？皇后娘娘，事到如今，有件事情臣妾没法子不做打算。什么事？出来了。皇上这么宠荣贵人，他别是有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吧？你是说皇上着了旁门左道的法子啊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臣妾觉得，自打荣贵人进宫，这宫里也有点太不成规矩了。怎么不成规矩了？宫里的哪条宫规说皇上不准只翻一个嫔妃的牌子了？可是皇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啊。咱们若是要劝，自然是为了皇上的龙体。可现在，有谁劝得了呢？若要说关心皇上，谁比得过太后？这件事太后尚未开过口，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。这对甜白瓷的瓶子极好，记得送到宝月楼去。这，眼看啊就要起冷风了，这荣贵人不习惯京城的气候，记得早些送些红罗炭到宝月楼去。奴才记着了。皇上，沙枣花。好，荣贵人呐，最喜欢沙枣花的香气，一日也离不得。皇上不是嘱咐了，每日都在养心殿供沙枣花。皇上在宝月楼周围多种沙枣树，为的便是荣贵人高兴。只要荣贵人高兴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婉音，你最近倒是常出来走动。以前有纯惠皇贵妃姐姐能陪我说说话，可现在倒好，姐姐走了，整个钟粹宫空荡荡的，冷清得很。过来和娘娘做个伴儿，心里倒踏实些。娘娘，想来今年初春的时候，皇上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臣妾，翻了臣妾的牌子。那个时候，我慌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手和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
仔细算算，已经有6年4个月零3天没有侍寝了。是宫里的女人，终有这么一天的。秋凉时节说这种话，真让人灰心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血以熏笼做道明，谁都逃不过呀。难不成等到7老8十牙都掉了，还指望皇上翻你的牌子，和你描眉作诗啊？做梦罢了。主儿，皇上差人送来了您和皇上的画像。收起来，藏到后头的格子里，再不许拿出来。是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在修沙枣花。这花不适合在宫里长，便修剪修剪。从前只听闻，唐玄宗为了杨贵妃千里送荔枝，跑死了好多马。如今到了咱们皇帝这儿，倒来了这一出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枣花来，真真是一桩奇闻了。儿臣无能。唉，皇帝是昏了头了，被韩氏迷住。哀家无法阻止韩氏进宫，也无法阻止他侍寝。原本看他拒绝皇帝的样子，想皇帝会知难而退，死了这份心。可如今，韩氏都侍寝了，你可曾想过，皇帝如今如此执迷，入了魔障，韩氏以后有了孩子，会如何呢？哀家知道，韩氏肯活下来，是皇帝让你去劝的，但哀家也知道，韩氏的心始终都在他去世的未婚夫婿那儿，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那儿臣再去劝一劝。你劝得了韩氏，你劝得了皇帝，做吧。皇帝如今对韩氏这般魔障，将来若皇帝昏了头，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，那该如何？哀家断不能坐视不理。那皇额娘的意思是？傅家在。太后，衣缨都准备好了。你让韩氏喝下去，让他一了百了。儿臣知道皇额娘这么做是为了皇上的圣誉思虑，只是这样贸然要了韩氏的性命，岂不是伤了皇上的心？哀家知道皇帝心疼韩氏，哀家也并不是想要韩氏的性命，只是让他清静伺候皇帝，别激得皇帝越发任性。皇额娘，您明知道让儿臣这么做，皇上是会恨儿臣的。你当日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性命，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，迫着你去。哀家今日迫你，也是一样。
只因你是六宫之主，安定后宫是你的职责，所以这件事是哀家的意思，但也只能由你亲手端去，看他喝下。若让韩氏喝下这碗汤药，是顺了您的心，却也是大大逆了皇上的意。儿臣要听皇上的，也不能不听皇额娘的。除了两难，别无他法。你身为中宫，该听的听，该做的做，便是了。娘娘是不想让荣贵人喝这个。娘娘，之前荣贵人求过您，说她不想要孩子，如今太后有此意，也算是成全了荣贵人。皇后娘娘，快请坐吧。皇后娘娘，这些都是我们韩部爱吃的东西，你也尝尝。这是本宫奉太后之命给你拿过来的，就是你想要的汤药。喝与不喝，在你。当然喝，是成全我的好东西呢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药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我知道你们这宫里头都争着生孩子，可孩子应该是与自己相爱之人一起拥有，不是拿来争宠保命的工具，更不应该被强迫来到这个世间。哈利，去把姜太医找来吧。荣贵人怕是要受苦了。是。太医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，这个荣贵人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，这脾气真够倔的。娘娘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。罗娇，皇上，令嫔娘娘这会儿是估计快生了，您是否去看看？令嫔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，自有接生姥姥照应。哎，这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怎么样，小姐如何了？荣贵人身子有碍，
只是无法生育了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回皇上，是臣妾所为。皇上息怒，皇帝。皇娘怎么来了？身为君王，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。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。皇后，起来吧。皇娘，儿子是不该，可荣贵人无辜啊。皇帝，你要的是韩氏，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。可韩氏心里有别人，旁人能有什么法子？皇帝呀，有时候爱之士足以害之。若无你的过分沉溺，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。你宠爱太过，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皇娘，儿子是宠爱荣贵人，但并无太过。皇娘，您切勿听信人言。哀家还用听信？你都为他做过什么？哀家没看到吗？而且，喝下药去，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。皇帝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皇额娘在此，您也好好的劝劝皇上，儿臣告退。皇后受委屈了，去吧。皇上，主儿醒了。皇娘，那儿子进去瞧瞧。小姐，你醒了。我是不能生了，对吗？你只是不能有孩子罢了。你别害怕，朕还是会好好待你的。那碗药是我自己要喝的，孩子生与不生，我自己定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，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。就当我无福，承受不起，我未来的孩子也承受不起。你要我伺候你，我便清清静静地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。你的意思，皇娘的意思，朕都明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禀皇上，令嫔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，是皇上的15阿哥。好，好，锦中啊，传朕旨意，荣贵人深得朕心，晋为荣嫔。令嫔呢，接连生子，又温柔婉顺，晋为令妃。去告诉令妃，15阿哥可以留在她身边养着，不必送去寿康宫。还有，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，这6宫之事
先交由令妃协理。这，下去吧。这些日子皇上不来，主儿清静多了。早这样该多好，彼此亲近。其实，主儿不能生育了，皇上是很伤心的。伤过了就好了。有的是人给他生孩子，不差我一个。只是此番连累了皇后娘娘，我真对不住她。真可爱啊！今儿是我阿哥置办满月，真热闹。令妃姐姐料理后宫，比皇后那时可是不同气象。别这样说，皇后被皇上冷落，你还落井下石。妹妹，这是替您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别欢喜起来就胡乱说话。妹妹是高兴使我阿哥能在您身边养育。多谢妹妹吉言。这也是本宫第一个留在自己身边的孩子。若是把另几个都接回来，那才算得上团圆。姐姐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哎，春蝉，皇上怎么还没来？说是12阿哥正在养心殿跟皇上说话。哦，既经其神，既经娘娘，于妃娘娘和颖妃娘娘来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这外边风雪这么大，你身子一直不大好，还出来呀？臣妾偏要来，免得让那几次小人以为翊坤宫怎么了呢？都是当额娘的人了，还这般脾气。刚入宫时不谙世事，才不知道怕，如今知道怕了，知道身后是蒙古在撑着臣妾在宫中的气势。虽然如今有了忌惮，可臣妾还是不愿意对着小人加以辞色。你这个抹额倒是挺俏皮的，挺暖和吧？这个抹额是令妃特意叫人送来的，臣妾一直不想戴，可不曾想皇上知道了此事，还特意问了臣妾为什么不戴。臣妾实在是没法子了，这不，今天特意带出来四处招摇，好成全令妃的贤名。这抹额上这么大个猫眼儿，令妃说是波斯进贡的，这不带出来，谁瞧得见呢？令妃还送了我一只手镯，成色真不错，可我没要，叫人给送回去了。如今令妃复了位，协理6宫，施恩上下，真是会做人的很。令妃熬了这么多年，才熬到如今这个位子，自然比从前会行事了。可也是个心里没底气的，才会如此这般。这样的人呢，可不要得意忘了形才好。不说这个人了，臣妾的宫里新制了几道小菜，都是暖身补气的，冬日里食最好。臣妾陪皇后娘娘跟于妃姐姐用膳吧。好啊。嗯。